大桥表示，占地1.91公顷的九六新村位置好，靠近南二中以及铁路地下化沿线，正是市区的黄金地段。经过第二摆招商，经3间厂商竞标，最后由春福建设得标。日前由市长吴美铁代表市府签约，这摆签约嘛将透过都市更新融资奖励方式，出掉250户的社会主体。预计2027年动工，为市库节省大约21亿的经费。社会住宅绝对是非常好的，不是社会住宅盖在天边海角，不是社会住宅，就是以前那种所谓国宅或者是那种平价国宅那种概念，不是的但是能够提供给我们不管是社会新鲜人或是需要社会住宅的朋友，有一个非常好和交通上、便利上、区位上以及整个这个建材以及设计上都非常好的。那所以感谢春福建设用这么好的一个规格，能够新建这么好的这个社会住宅。这摆公办多间预计规划24层的大楼，大约1400个主体，加上开辟周边道路、公园甲停车场等公共设施，达到政府甲民间合作，创造都市发展的目标。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